咁點解今日會開一個片係關於Midi 我仔同 LEGO 咧？咁其實係好得意嘅，即係我都想藉着喺呢一集同分享，因為留意到生離死別呢一個課題，我係第一次經歷嘅。咁暫時我啲即係父母都在生啊，親人都在生。咁當我留意到親人離世啦，呢個哀傷，即係而家俾讓自己有呢個過程去 grieving 道別，留意到內在係有股好強同埋好 raw 嘅能量喺入邊。咁而家我內在有份能量，咁就好想去點樣去 redirect 我呢個能量。咁藉着而家拍呢個片，咁我都想將我呢一個能量去轉化為一啲有意義嘅嘢，可以同自己療癒啦，又或者分享俾一啲過去有同樣經歷嘅人，大家都可以有個共鳴，大家都可以一齊同行去療癒自己一啲內在未完全面對嘅一啲嘅傷口或者一啲經歷。咁而家係啦，都講翻個主題啦，就係關於寵物同 LEGO 有啲咩關係。咁我就好想去分享就係我仔仔 Midi 啦，係好有趣。咁我哋準備要喺香港過嚟溫哥華，咁就大概3年前。咁佢發生咗啲咩事就係，當我嗰陣時我諗住變賣啲家當啊嘛，即係我啲 LEGO 啦，即係嗰陣時我香港好多就買咗。咁當我要變賣嗰陣時，咁我要執噶嘛，我要即係喺度整理。咁我自己中意咧執咧就攤晒喺個地下度嘅。咁發生啲咩事咧？有一次阿仔就過嚟即係巡場，因為始終間屋都係佢嘅地球嚟噶嘛。咁佢就喺度巡我睇下搞乜。跟住之後咧就走咗嚟，行咗喺我啲人仔啊一啲散件上面，咁就屙咗篤尿。咁係好有趣嘅，即係而家睇翻當時呢件事啦。咁我好記得當陣時咧，我就撳住自己嘅，因為點解會撳住自己咧？當時嗰個我嘅階段咧，就學咗好多嗰啲即係成長啊，即係原生家庭啊，內在小孩啊，九型人格啊，跟住慢慢開始接觸身心靈，咁即係學咗好多呢啲嘢，咁頭腦上知道就係當發生呢啲咁唔如意嘅事咧，首先撳住自己先，冷靜，咁我就沉住咗道氣，就讓佢走，跟住就清潔啲 LEGO， 跟住抹乾淨翻張地氈，咁就完咗啦。咁其實而家當我睇翻當時嗰個我啦，其實內在嘅感覺係有股憤怒，即係覺得搞錯啊！你做咩喺我啲 LEGO 屙尿？咁因為基於嗰個關係啦，佢係我老婆嘅，即係好心愛嘅即係佢都當佢仔嘅，個關係非常之好。咁我都會覺得俾面佢，好，我忍你。咁係一種咁嘅關係當時。咁而家睇翻就係哇，好有趣。即係嗰陣時佢屙篤尿，而家就會開始即係嗰個人啦，即係經歷咗多啦，同埋自己開始獨立，會留意到嗰個意識醒察，即係覺察到周圍所發生嘅人同事咧，其實都係一塊鏡，俾我去學習當時點解要有呢個經歷，呢個經驗。咁其實係一塊鏡俾我睇到點樣了解自己。即係而家 looking back 翻嗰個經驗，就係其實我個仔 Midi 點解要喺我啲 LEGO 度屙篤尿咧？就係其實佢都俾塊鏡我睇到，其實當時嗰個我其實有冇咁即係有冇需要去咁執着，去咁堅持，去咁仔細、咁完美去整理呢啲 LEGO。因為我而家睇翻起當時啦，其實自己真係花咗好多時間去整理我啲 LEGO。咁你知，如果玩開 LEGO 嘅收藏家啦嘅 fans， 你知道整理嗰啲散件咧係無止境嘅。我俾足你3日3夜，成個星期、成個月，係執極都執唔完嘅。咁所以喺嗰段時間都會明白，即係點解我個仔會喺我度屙篤尿，同埋你知寵物屙篤尿其實有好多意思，即係例如呢個係佢嘅地球，同埋都係提醒我呢一樣嘢係咪真係對我咁重要咧？咁而家睇翻就係佢冇錯嘅，啱嘅，阿仔講得。因為而家睇到我同 LEGO 個關係就係
所以而家 LEGO 對我嚟講係一個嗜好。我未開呢一個 channel 之前，未 upload 啲過去啲7段片之前咧，我都會覺得自己係 LEGO 忠實 fans 嚟嘅，因為細個嗰陣時中學係諗住大學讀設計、產品設計，跟住可以去丹麥度做LEGO 嘅設計師，呢個係我嘅夢想嚟嘅，好簡單直接。咁直至到當老婆鼓勵我，而我自己都鼓起勇氣，膽粗粗整個 YouTube channel。是鬼蛋咧，人哋點睇我都唔重要嘅。總之去做我認為當刻係一個好有熱誠嘅嘢啊！咁當然我做完之後，我發現哇，好辛苦，又係變咗另外一個追尋啊！即係原先就追尋買咩 LEGO set 啊，買嗰啲散件啊，有咩新貨追，而家就變咗追咧，就係追嗰啲 likes 啊、views 啊，即係就變咗追 YouTube 嗰啲人哋嘅評價。咁其實都係一種追，純粹個形態唔變咗。咁所以都讓我留意到 ，OK， 其實原來 LEGO 呢樣嘢我係中意嘅，我唔抗拒嘅，佢係一個嗜好，即係我都好想好自由輕鬆地去玩 LEGO， 當一個工具，一個畫紙俾我去表達我自己嘅創意 ，instead of 變成好似我係個奴隸 ，LEGO 係我主人，我就好似為咗賺錢就係要買 LEGO， 跟住諗辦法買大屋，跟住點樣可以收藏多啲 LEGO。你都知道其實玩 LEGO 係無止境一個黑洞嚟嘅，特別係點樣收藏展示 LEGO 根本係一個好嚴重嘅問題啊！因為冇位擺啊，錢都係一個 factor 啦，唔係最重要啊，係點樣收藏擺啊！咁所以其實都好感恩阿仔提醒我，即係個督療，我會永世記住佢提爸爸呢樣嘢，即係 LEGO 係咪真係咁重要？同埋好搞笑，當我每一次咧想執 LEGO 嗰陣時啦，佢係特登咧要走嚟踩我啲 LEGO， 好搞笑，即係好似咧喺度 check 緊我，你搞咩啊你？係啊，咁同埋有時我都好記得一個scenario 就係當我執 LEGO 啦，咁佢會出嚟嗰陣時佢仲行得走得嘅，即係14、15歲嗰陣時，佢就會喺度即係好似巡邏咁。佢會因為佢要求邊一個人喺個廳度，佢都會要求人哋俾嘢佢食噶嘛。咁我就會咧即刻走上梳化椅度咧扮瞓覺，跟住我會扮鼻鼾聲咯。跟住咧啲 LEGO 係攤晒地下，跟住之後咧佢見到我瞓覺啦，一時時嘅，有時佢走過嚟揾我，我係咪真係瞓覺？有時咧佢見到我瞓覺咧，佢就翻房瞓覺。係啊，跟住當佢走咗咧之後，我又起翻身喺度執 LEGO， 跟住咁。於是就好似搞到好似玩紅綠燈過馬路要小心嗰種感覺，就係好似冇俾佢捉到咁樣。咁而家諗翻起係好搞笑。所以同埋另外一樣嘢，我真係好想分享就係關於阿仔，佢真係一個神犬嚟嘅。咁發生嘅事就係當嚟到加拿大啦，咁依然我都繼續有玩 LEGO 嘅。咁即係都會檢點咗啲啦。咁係好有趣。即係當我玩 LEGO 又好，或者上網睇 LEGO 又好啦。當我即係而家睇翻計留意到啦，當時嘅我其實唔係好意識到嘅，即係嗰個 self awareness 比較低嘅。當我有時翻完工，或者同咗老婆嗌交，或者發生咗啲唔如意嘅事，咁好自然啦，我會揾 LEGO 呢個途徑去減壓，去麻醉自己或者去逃避。咁我就會去上網不停喺度碌啊，睇下啲 LEGO 有咩平啊，揾啊，尤其是上下 Facebook Marketplace。當我咁做咧，去到一個位啦，即係已經就嚟即係 marginal 準備失控，我個仔咧係會起身㗎，一起身咧，咁就會即係打斷咗我嗰個節奏啦。咁我就要照顧啦，因為當佢一起身有幾樣嘢我需要去 address 嘅，一係就睇下佢係咪要屙尿，睇下佢係咪要食嘢，睇下佢係咪要飲水，即係或者反身，因為佢有時唔識自己反身，佢需要我幫佢。咁頭嗰幾次我都覺得巧合，即係初初我都會一來巧合，一來會覺得初會覺得喂，你做咩打斷我啊？我喺度即係而家喺我個世界入邊咁投入做緊呢樣嘢，你做咩喺度阻住我啊？咁即係當我
一次又一次發生呢樣嘢啦，咁我發現唔係巧妙嚟嘅喎，即係唔係淨係一次啊，係連即幾次都係咁噶。跟住之後我都自己靜落嚟，因為有時我自己都會做 meditation， 靜心 check 翻自己內在啲身體嘅痛啊，一啲 signal 啊，或者睇翻自己內在嗰啲個情緒感受發生緊啲咩事。即係我會有時都會 check in 翻自己，其實我發生緊啲乜嘢啊？我有冇去好好同自己連結翻、接觸翻自己？咁當我留意到呢個 pattern 已經唔係巧妙啦，咁我就發現哇，阿仔真係神犬嚟嘅，佢真係我成日都同老婆講，而老婆都認同我 ，He knows everything， 即係佢乜都知㗎，即係佢會 feel 到我嘅能量、我嘅氣場、我個頻率。即係當我每一次攞 Lego 嚟做我一種逃避、舒壓或者麻醉自己嘅方法啦，無論上網又好、玩又好，佢就會起身㗎啦，就好似喺度咧撳個門鐘，叮當提醒我，哦 OK。咁當我即之後啦，每一次佢咁樣要喐個身啦，要我去照顧佢啦，因為有時我老婆唔喺度，或者佢要教班，或者佢瞓覺，咁我就即刻好 sensitive。就會去 address 佢嘅需要，滿足佢，睇下佢有咩需要幫助。咁所以我好感恩阿仔阿 Midi， 每一次都咁幫我，提醒我，即係唔好沉迷。所以真係好感恩，即係而家講到都有種感動眼淚，係開心感恩，因為自己都會喺度諗。佢而家過咗身，我係人，我會軟弱，有時我都會想逃避、沉迷、麻醉自己。佢會唔會再提我？所以好感恩，即係好開心，諗翻起好多好嘅回憶。阿 Midi 點樣去幫我成為一個老師？點樣讓我去成為更好嘅一個人咯？佢教曉我點樣做一個人。教曉我點樣咩叫無常，因為我自己個人係好執着、好完美主義，同埋好中意控制所有外在可以控制到嘅嘢。咁而佢都教我點樣去學習無常。因為有樣另一個故事想分享，就係即係唔關於 Lego 嘅，就係有時帶佢出去騎樓去小便，咁我就會好緊張。我就會 make sure 佢係屙喺張尿墊上面，因為好驚佢屙到嗰啲石屎地啊、窗啊，或者屙出街，驚俾鄰居投訴，驚俾業主投訴。咁所以就不停喺度控制。咁我發現當我越即係呢種抗拒、呢種 struggle 越大咧，嗰種反彈嘅種力咧越大嘅，即係令到自己更加緊張。咁所以就係佢都教我就係放鬆啦。你可以提供少少一個 guidance 或者 support 俾佢，你咪俾佢自己，佢中意屙到邊咪邊咯。咁屙濕咗，如果真係屙濕咗啲嗰個 fence 或者個地，咁咪抹翻佢咯。It's okay，it's not a big deal。就係咁樣不停喺度 train 我，同埋有時佢都會無端端，即係好積極主動帶佢出去屙尿。佢有時無端端會喺屋企。即係帶完佢啦，冇嘢就喺屋企屙。咁初都會覺得，唉，點解咁㗎？會好似自責啊，不停問點解。咁其實就係咁咯，就係無常，冇得控制嘅。佢要屙就屙。咁所以阿仔都教曉我咩叫無常，同埋咩叫做自己，做一個真實同自己連結，一個 authentic 嘅自己。咁就係呢一集就分享到呢一度啦。咁如果大家即係喺呢一段片，你有一啲共鳴，關於你嘅寵物同你嘅嗜好，特別玩具啊、Lego 又好，咁大家分享下。同埋如果呢一段片都令到你有啲共鳴，都俾個 like 同埋subscribe 呢個 channel 同身邊嘅朋友分享。咁有機會下條片再見。咁下條片幾時再出？唔知道，因為而家都需要啲時間去沉澱，俾自己靜落嚟。咁
咁睇下自己嚟緊條路點行啦。因為阿仔都俾咗我一份好大嘅禮物，我一個巨大嘅禮物，就係佢俾咗好多空間時間我。因為而家唔需要再照顧佢，咁我自然無端端騰空咗好多時間。而而家人大咗都會發現時間真係好寶貴。即係年青人嗰陣時會覺得時間好似係唔值錢，可以不停即係揮霍。而家大個咗發現時間真係好寶貴，因為錢冇咗係可以揾翻，時間冇咗係冇得追翻。咁所以珍惜每一刻每一秒。咁同埋完呢段片之前都自己都有一個啟發啦，即係我老婆就話佢會想 fasting，即係唔食嘢，因為為咗去即係悼念阿仔嘅離去。咁我自己會同自己講，俾1個月時間自己，就唔去買任何新嘅 LEGO，唔再去鋪頭同埋上網去睇 LEGO。因為睇嗰陣時係會撩到自己嗰種慾望情緒，咁我都想俾自己沉澱下。咁我自己其實係有個 wish list 想買嘅 LEGO 嘅，咁我自己都俾一個限期，就係1個月啦。咁1個月後就會就嚟 Black Friday，咁到時 Black Friday 就 LEGO 會有好多on sale 啊折頭，咁到時再 check in 翻自己，再去 revisit 嗰啲 wish list 嘅 LEGO 係咪真係咁想得到手咯，咁想買咯。咁俾自己1個月時間沉澱下，靜落嚟反省下，我同 LEGO 嘅關係，我嚟緊我想做嘅嘢。因為而家都忙緊搞另外一個 YouTube channel， 咁就係叫 Reparent Now， 咁係用英文嘅，咁就係關於我哋人點解要再重新做過自己嘅父母，去 parent 翻自己。因為好多時都過去父母已經盡咗嘅能力，用佢有限嘅知識資源去教我哋。咁當然冇完美嘅父母，咁佢會流傳咗好多一啲好同唔好嘅價值觀習慣俾我哋。咁而細個都仲可以賴佢哋，係佢哋令到我哋咁。咁而家大個成年人啦，咁再唔可以有呢個藉口，因為生命係自己嘅，你為自己負責任。咁所以點解會想做呢個 channel， 就係我都想帶俾大家一啲生命嘅分享，分享我自己點樣一手經驗，去重新做自己嘅父母，去重新 parent 翻個自己，重新教養翻自己，點樣去 unlearn， 點樣去 relearn 翻一啲健康有正能量嘅價值觀，點樣去改變翻自己過去一啲愉快嘅經驗，做翻一啲療愈。點樣去唔好再去做一啲不必要嘅 anticipation， 一啲期望關於將來咁多擔心，就好好活好現在當下。咁所以係咯，即係呢個係我嘅方向。咁我都會靜落嚟沉澱下，做靜心，反省翻自己嚟緊自己嘅方向。咁好多謝大家嚟留到咁耐啦，喺呢段片度。咁多謝你哋嘅寶貴時間。咁係啦，鍾意大家 like share 呢段片。咁係啦，拜拜。